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家己做唔对无讲哦，颠倒来指责着别人的不是。有一间餐厅的员工伫网络顶讲，因拄着百年难得一见的奥客，讲有一个靠我背的人订一道素食岛，但是无特别讲是食素食的，嘛无讲袂当掺任何粗的调味料。结果食到一半，伊是真生气咱的员工。为什么这个菜内底有肉臊？为什么米线汤掺茶鱼？这个员工佫呛讲，放肉臊是为着要提味、增加口味。本地这餐厅的员工打这个文章，是为着要得到大家支持，结果是竟然甲因口说屁想，讲这个素食岛都是袂当掺醋的啊，这敢需要特别交代？啊，人明明就是订素食岛啊！会订素食岛就是食素食嘛，这是你餐厅的问题，佫好意思讲人是奥客，实在真无义。你加的那个是什么酱？素蚝油。出国食素食，多一些老人家注意，平常时来店头罕有人客会食素食，当乡局有人客想要食素食的料理，头家安怎赶紧做准备？我们就提供它这个蔬菜类，这个蔬菜类里面几乎可以当吃素，但是我们还要再特别注明禁素，因为免得它万一加到猪油或加到其他的素的佐料，所以我们都会，比如说它单点。客人说我要吃素哦，那我们菜单要注明禁素。头家对做料理是真实行，不过敢有餐厅业者伫咧网络顶戏嗨，讲今仔日拄着奥客，一家伙仔8个人订一道素食的道菜，不过嘛无特别甲因讲，大家拢食菜，佮食甲起配面来迷惑员工。菜内底先怎会有少量的肉臊？甲拜托的肉臊只是为着提味，你当选择无食肉臊哈？肉臊遮尔细粒，你敢是挑故意袂硬起来吃？敢袂晓直接食菜？佮会讲米线汤是安怎要加炒鱼？米线汤无加炒鱼，敢会啉的？恁只是较来讲订素食的道菜，也无讲拢无食菜，咪这奥客真正受够排到天。那真的不行的，蒜头都不行有，吃素不能加蒜头，不能加葱。这个你要问吗？还是你们都知道了？知道了。餐厅业者讲，素食麻烦个真诱导，拢要先甲人客摸清楚。快别吃了，扔了，扔了。较问食菜食咸，或者是要食较正、食较重咸，人客是800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